老板，牛肉粉，粗的，加辣，多油，2个蛋。好嘞，我跟以前一样啊，不要辣，少放油。好嘞。谢谢老板。一子洞，你疯了啊！让你摸摩托车屁股的。班长，我不吃这碗粉了，我申请主动放弃这碗粉。我是想明白了，我以后啊，真就吃不上这碗粉了。这红旗啊，我扛不动。报告，我想把这碗粉分给一子梦，我一个人吃不完。站住！这么大小伙子吃不完1碗米粉啊！吃完到。直勾勾看着我干什么？班长，这几天我心里一直憋着几句话，我能不能拿这碗粉换您几句真话？真话，说。我们这样训练有什么意义吗？我看过训练章程啊，没有这一条。这是不是你们几位老兵自己自创的？哎呀，夏卓，我听说你是人送外号10万个为什么？班长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想知道为什么，这不过分吧？不过分，但是我就不告诉你。所有人向右转，跑快点，还能赶上食堂开饭。跑步走。班长，您慢吃。夏卓，你干嘛呀？夏卓，你的儿子出来着！啊！嘿，嘿，老王，我听那个几只大鹅这叫声不太对啊，今天。这不是看见他狼大爷回来了吗？高兴。王大爷舍不得吃你们啊！看怎么样？可以呀，成功了，一点不散。真标准啊这。这个得，咱们战刃连得去拿那个专利，申请专利，战刃连的专利。加特林机枪似的，老陈这地方打太基本了，心旷神怡啊，气场好啊，是吧？必须的。我跟你学的这个。对你这不行，你这人。别看着了，赶紧去食堂吃饭去吧。是，慢吃。报告，干啥？连长，我想不通，想跟你谈一谈。训练上事啊，训练上事你找我也没有用，你得找郎班长啊。我就是跟郎班长聊不明白，所以才找你聊。哎，你看啊，我现在呢，这个连长只负责训练以外的事儿啊，训练上的事儿你找郎班长，训练以外的事儿你要找我聊聊啊，那可以。啊，那我就跟你聊一聊训练以外的事情。那行，你聊啊，说。我先说说这4位老班长，一个没事天天骑着摩托车去吃湖南米粉，
一个就在养他的大鹅，一个没事就在河边打太极拳，还有一个更可笑，没事就在弄他的蜂窝煤。我们这是王牌号手的选拔营，不是王牌老兵干休所。还有连长，来到这个地方，房间里没有暖气，没有水，没有床也就算了，连每天最基本的训练计划也没有，连训练用的导弹还有发射平台的模型都得自己做。我们是来搞笑的吗？啊？你呢跟我说的这些情况啊，我呀都看在眼里。可是你跟我说没有用啊。行，连长，你管不了，那我也不管了。我们好不容易来到这儿，为的就是学习到更多的知识。行，现在每天我们连干什么我们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要干什么吗？不是让你们去做导弹吗？连长，你不觉得这句话更可笑吗？我们是来学习发射导弹的，不是厂家来学做导弹的。这帮老兵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呀？故意整我们是吧？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别生气，吃饭了，饭一会儿都凉了，啊！连长，你要是这种态度，我也跟你说一句实话，我要是每天再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我就回去了。哎呀，要走啊？那也行，关键咱们这呢，一周啊就一趟车，你要想走啊，还得等到周六。那回去干啥呀？陪连吗？哪来的床啊？我把导弹改了，谁让你改的？我让我改的。我对训练营不满意，班长，我知道你们做有你们的想法，但是对我们这些学员来说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代表广大学员告诉你们，我们不喜欢这种方式，你们应该明确的告诉我们每天要训练什么，我们需要做什么。我说夏卓啊，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是不是？陈班长明天就要给你们上课，教你们导弹基础水平检测。你现在却把做好的导弹改了，改成床了，还公然抬到宿舍里。你是想挑衅我们？班长，我没有要挑衅的意思，我只是觉得，有木头就应该有床，没有床也没关系，至少我们应该知道没有床的理由是什么。现在我们不光不知道没有床的理由是什么，我们更不知道为什么每天吃鸡蛋不能把鸡蛋弄破。还有，堂堂一个王牌号手选拔营，做训的导弹和发射平台的模型都是自己做的，这不搞笑吗？行了，夏卓，我告诉你，我有我的打法，你有你的活法。你再不在训练营继续待着，我不管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明天早上8点钟我要上课，我上的第一堂课是导弹基础水平检测的专业概论。我需要模型，这个事我交给你了。你今天把模型变成了床，没关系。如果明天早上8点钟以前，这个模型不出现在我课堂上，我跟你没完。班长，您不用跟我没完，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这导弹我做不了，你想怎么惩罚我随便。你再说一遍，这导弹我做不了。说一遍，我操！这小孩真来。这个活做的还真是挺精细的啊！嘿，你小子
要是把这点聪明劲儿用在训练上，很快你就会超过我们俩。哎呀，你们这些熊孩子呀，啊，干什么事儿都喜欢问个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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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儿就那么多为什么啊？当兵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、听从指挥。我们这些老兵能让你们做无用之功吗？啊，能吗？让你们做模型，就是让你们了解导弹的内部各元器件的尺寸和位置。包鸡蛋是为了让你们练习手指的灵活度。我们做导弹维修和检测，经常会拆卸一些非常细小的零部件。我们大老爷们的手这么粗糙，一不小心很容易造成零部件的丢失和损伤。你们不会真的以为导弹发射就是摁个按钮这么简单吧？啊？那就让我告诉你们，那需要强健的体魄、顽强的意志、灵巧的双手和烂熟于胸的数据和参数。这几天你们接受的训练就是这些。班长，那养鹅也算吗？养鹅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在这儿没有一件没有的东西。你以为养鹅为了玩吗？为了吃肉啊！看见鹅棚搭在哪儿了吗？山坡的正下方，路口的正上方。鹅，天然的报警器，见了生人就叫唤，隔100米就是咱们的哨兵。岗哨和路口之间整有一个死角。知道什么呀你？还有，一到夏天，山上的蛇就往下面爬。之前就有士兵被咬过的经历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的营区周围都撒满了雄黄，可是，一到下雨天，雄黄就被冲走了。恰恰，大鹅的粪便就能阻挡蛇的前进。班长，我知道你们说的都有道理，可是这些事情你们应该提前告诉我们，这样也能提高我们的积极性，至少我们知道我们每天要做什么。我们当年跟我们师傅学手艺的时候，从来不问为什么，也不需要问。你们在这儿学习所有的科目，都是精心安排的。火箭军所有的号位都是个细致活，都需要磨练性格。夏卓，你太着急了。你们这些小子，哎，对了，11点钟左右加一会儿煤，要不然到早上冻死你们。记住了。我刚才太着急了吗？有点急。那你为什么不拉着我？都那样了，我敢吗11点半，记得加煤。哦。全体都有，白面向左转，向连起，敬礼。一遍，白面向右转。同志们，咱们270旅有着光辉的军史，发展到今天，我们的驻防区遍及祖国大江南北，15个发射营，技术营、保障营，横跨无省。只要党的一声令下，我们敢拍着胸脯说：万箭齐发，
一切外敌灰飞烟灭。同志们，今天是咱们连的大日子，也是咱们旅的大日子。我们是猛虎，我们是指向敌人心脏的尖刀，我们是战刃，战斗中最快、最硬、最准的终极杀器。同志们，未来战场无连不胜，即便是火箭军，也不能靠单打独斗获胜。咱们270旅大家都知道，曾经是1000人一枚弹，现在呢，4个人。曾经发射一次需要很长时间，现在呢，大幅缩短，效率成倍提高。那我们再问问自己，还能不能再快？还能不能把我们的效能再压榨一下？战刃连担当此任。你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，还有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新兵，你们光荣地成为了火箭军第1支多专业合成连队的创业者，祝贺你们！零换整1000，你拿好，整的啊。啊。请个人业务33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。大礼拜天跑这儿捐款来了？班长，接着写。写完了。哎，你好。完事了？释放了吗？没呢。吃口粉去。行。烤了。嗯，行。2份米粉来喽，慢用啊。好吧。我是就爱吃这口啊，甭管走到哪儿，天涯海角，我都得找一个米粉店，吃一个热乎乎的米粉，放点辣椒油，放点醋。算来呗，吃。深藏不露啊！你也是啊？嗨，我那个不用解释，好事儿啊，支持。回头把我们老哥几个也动员动员，凑一凑，算我们一份。别，班长，我就是不想让那么多人知道，所以我才一直没数。吃，一会儿凉。所以说今天要不是你，我还真不知道，这么点钱就能给山区孩子捐一口水井。班长，我虽然平时挺抠门的，但是我林安帮不是财迷，我呀，捐了多少口啊？捐了多少口了啊？16口了。16口了。上学的时候，我记得我每2个月就能挣3000块钱，1年捐5口，3、5、1、15，这是我入伍以来捐的第1口。为什么要捐？哎，我们家是大山里的，
那个时候缺水，然后要找水的话得整村整村的搬。我爸妈挺舍不得家里的，现在想想，心里还挺难过的。我记得我高中的那个时候，我就捐了第一口气，慢慢就捐到了第16口了。还想继续开车吗？想啊，想不想进战士连？班长，你不予反悔啊！走。答应你的事儿我不会忘。吃吧。一会儿怎么回家？公交车。电驴想不想尝试一下？我那小电瓶车带你回去。行。你想让黎延邦做你徒弟？是关门大弟子。这咋关门大弟子了呢？我这不是要退了吗？我想在退休之前多带几个徒弟出来。班长啊，你看咱们现在战士连刚成立，你呢就负责训练驾驶员这一块儿，你绝对是专家教授。全连所有的官兵那都是你徒弟，你选谁就是谁。这黎延邦啊，他不是咱们连的人呢。废话，那他要在咱们连，我找你干嘛？啥意思啊？让我把黎延邦调到咱们连？就按连长说的办。什么跟什么？你什么就我意思办啥呀？你刚才说把联邦调咱们连，别不用你在那给我刨坑。那黎延邦为什么没进战士连？你心里比我清楚。我是清楚，可是你想想啊，咱们连这些学驾驶这帮孩子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哪个开车有联邦那2下子？联邦开车那劲头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来了我可以树一个典型。那娃，你要干什么？我问你，黎延邦是不是找过你？你跟审问我似的，没有啊？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老狼什么时候说过假话呀？你撒谎了！你撒谎了！刚才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眼睛往右边瞟了一下。瞎说！我这本书里面讲的特别明确啊，人撒谎的时候就把眼睛啪一下往那边一瞟。微表不是你一个发射连长，你成天看这书干嘛呀？你看得见敌人微表情吗？你还学微表情？我怎么看不见？我跟你讲，这是科学，这叫科学，你得研究琢磨它，这能判断很多事情。黄文找你了？没有啊。黄文送你的书？没有啊。眼神飘了，眼神飘了，眼神你眼神刚绝对飘了。我没有飘，没飘，我这非常注意这细节，万一就是没错，一点都没飘。行，爱谁给你谁给你的。联盟这事儿，就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？班长，这么跟你说哈，说正经的，不是我自己不答应。假如因为你一句话，我让他定到咱们战士连了，那你说那些经过千辛万苦考进战士连的人，我怎么跟他们交代？还有那些被淘汰的老兵和新兵们，我怎么跟人解释？我怎么能给人一个公平？要不然这样，借调行不行？把联邦借调到咱们连，他如果表现好呢，你就把他留下；他如果表现不好呢，不用你说话，我就让他滚蛋，行不行？下来啊，我呢跟指导员好好商量商量。真商量啊？真商量，不敷衍我啊？不敷衍你。
你也说要飘，你也说要飘，没有什么，别，你都没看过书，你走，当回事啊，当回事啊。你跟黄文注意点啊，报告，连长，炊事班出事儿了。能出什么事儿？你快给我看看去吧。您快点。连长干啥呀？你看看，啥意思？不是，咋了？你看看，这招虫子了？这怎么了这？不是连长，啊，这都假的呀。假的？不是，不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这不旅里送补给的时候吗？我们几个可都在现场，然后寻思着把外面这吃完了之后从库里拿出去了嘛，结果打开一看，这全都假的呀！您看看吧，这都面粉。这不就是杀的吗？那冷库里的肉呢？您看看吧，也是假的。这冷库里的肉全都是假的。哎，盒子上写的可是明明白白的啊，打开一看，全都是这样。哎呀，我们要早知道这种情况啊，送来的时候我们就好好查查。你说这什么情况啊？哎，连长，我。你终于发现了，你说你这是给我们连整了一个下马威，让我搞野外生存的。你说我们连刚成立啊，刚进到营区，这荒山野岭的，你说你给我整了一堆假的东西，你让我吃什么呀？是啊，我也想知道你们吃什么呢？那我也想知道我们吃什么呀。堂堂的精英连队收获的时候干什么去了？是不是觉得一切例行的东西都是稳妥可靠的，不需要过问，闭着眼睛接收就行了？这是和平时期，只要是打起仗来，后方物资运输被敌人中断，或者有人故意调包，你们也闭着眼睛接收吗？不，那你，吕连长，到。导弹接收需要检查，鸡蛋接收也得需要检查。旅长，你这招太狠了。行，我认了，我中招了啊。那你就自己想办法吧。旅长说啥了？说话呀！你喜欢吃野菜吗？啊？苏长，家底都在这儿了，省着吃也就够1个礼拜的，第8天就得饿着了。丢人啊！防不胜防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我也当了10年兵了，这种生存演练我不知道经历多少次了。这种玩法，第1次。哎，你还好意思说呢？当我这么多年的炊事班长了，接受物资不照验收一下呀？搜长，我总不能每袋米、每袋面我都打开检查一下吧？再说了，就算是演习，也该通知一下吧？这演习就是打仗，打仗还要先通知你啊！我觉得这次旅里做的就特别好，考验一下咱们后勤部门工作做的是不是细致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我们如果连自己手中的食物我们都不知道是真是假，那算了，不说了。我是这，我们也有责任。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旅里这次生存演练到底是多长时间。如果是10天，紧吧，也不至于饿坏。但是这，你想想啊，旅里给了多少真东西，他们心里肯定有数啊。这是扛着点送，而且也不可能可丁可卯的，练7天给7天的物资。我觉着吧，这日子啊，照半个月去吧。这不全连都上山去挖野菜去了吗？搭配点野菜，半个月总能熬过去吧？高，实在是高，这都赶上南泥湾了。哎呀，哟，
挺像。哎，站住！哎，二娃，你看我这效率，一筐了都，是吧？怎么？你这个跟我这个不太一样啊。一样啊，这不绿色的吗？哎呦，班长，这么一筐效率够高的啊！啊，那边好多呢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作为一个在农村生活了18年的人，我很负责的告诉你，这个是猪草，这个叫山野菜。猪草啊？是啊，在农村，我们都用这个喂猪啊。哎，这么大分别，你看不出来啊？不能啊，这不长得挺像的吗？你看，意思不啊？你什么时候下的？啊？这两个怎么就长得很像了？哎呀，我说这孩子不适合搞导弹检测呀，这样你看导弹电路图，完蛋了呀！哎呀，对呀，猪草，这不长得挺像的吗？啊？这不猪草吗？这好东西这是，给我留着啊！你吃啊？臭小子，什么我吃啊？我那大鹅吃啊。大鹅？嗯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谁不许惦记我那大鹅，谁惦记我大鹅，我跟他玩命。多带点猪草啊！多带点，是。副将军，哎，班长，摘棉花呢？没有啊，这什么呀？这是这松树糖啊，你不知道？松树糖啊？能吃吗？能啊，你尝尝。小糖香，有松子味儿。这东西我多少上见过，就是不知道干什么用的。这个啊，这松针呢，在光合作用下产生淀粉和蔗糖，在叶绿体中转化成葡萄糖，给植物体各个部分供能。一部分的淀粉和蔗糖呢，会析出到外面，然后形成这种松树糖。这个松树糖呢，其中糖占65%，松针占15%，剩下的都是水了。虽然呢，不能像食物一样抵饿，但是可以缓解人的饥饿感，或许比得上。你学生物学的？计算机。哎呀，想不想学导弹医生啊？导弹医生？导弹医生、导弹检测，这都是咱们火箭军非常关键的环节啊！班长，这个送给你吧。行，但是我想学发射，我想跟侯基东班长学。那班长，我去别的地儿看看。啊。老哥几个，跟你们汇报一下啊，最近呢我们都吃不饱饭了，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剩饭给你们吃，咱商量商量好不好？那个，你们看啊，就我们都勒紧了裤腰带了，你们也勒紧素子，好不好？这咋还闹情绪了？哎，你们可是我的亲人啊！我走哪儿都带着你们，你到这儿我又给你们盖的新家，就是最近这伙食标准实在是上不去了，你这就先对付对付吧。其实这也不是对付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这可是我上山亲手采的野菜。哎，现在啊，越是野的它越金贵，好吃着呢，去火。来，这咋还真是不高兴了？不高兴也没办法，我都吃这个了。
是啊，你说现在粗粮可比细粮贵啊。这咸菜也太咸了，一根咸菜我能喝1碗粥。这怎么咽得下去啊？我一看就咽不进去，拉嗓子。哎，还是欧阳俊聪明。小周啊，你这个超级大脑应该学着变通变通。这超级大脑又不是超级大胃，变变通啊！你呀，快吃吧。这幸好啊，是在待机库外面，这要在待机库里面，没有吃的，还没有氧，更要命。哇，你别乌鸦嘴啊，这都吃这个了，还待机库呢。立正，统称战略连任务前集完毕，1到95人，10到23人，12人待机库正本值班，前主称，小心，上去。讲一下，小心，同志们，刚接到旅里的命令，命令战士连前往阵地待机库进行生存演练，开始时间30分钟之后，结束时间待定。这是一次突发性的生存演练，也是我们战士连自成立以来必须要上交的摸底考试。老兵们都知道，抗缺氧、抗饥饿、抗时差，这是火箭兵进入待机库必须要迈过的3道生存难关。会有很多的困难，但是我们就是要用5米之锤完成一次圆满的射击上的答卷。讲一下，稍息。同志们，大家刚刚经历了一场身心疲惫的精英选拔，战士连刚刚组建，尚在磨合，可战刃尚未锋利，却要宝刀出鞘。一句话，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。你们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好钢，好钢更需要淬火，砸出钢筋，淬出杂质，把我们战士连这把尖刀刃如秋霜，势不可挡。因为对于我们火箭军来说，实战来临之时，决胜的机会只有一次。我们一定要发扬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。同志们，有没有信心？好，饭吃的不多，我给打得很响亮。我知道这次异常的辛苦，但是请大家放心，演习结束之后，我还有指导员，我们会拿出来1个月的工资，好好的犒劳大家。下面根据要求，连队留出10个人，在演习期间看守营区。我念到名字的，出列。陈浩峰，到；陈立，张思路，侯继东，到；郑天，到；高总，侯宇浩，张海棠，到；那博文，欧阳俊，到。你怎么？要看真。
全体到用。报告，将郑尔连新兵欧阳俊请求进入待机库参加圣旨演练。驳回。蒋耀真，出发。一提到未来啊，我想过无数可能，会跨山，也追风，冲撞一段段旅程。顽劣小孩，长成可靠的大人，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。我仰望的蓝天，归属于我的灵魂。我双手的长剑，筑起坚固的家墩。午夜时分，总要有人守着灯，叹气息声，是荣耀回归了星辰。